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学习采收农作物也是我的任务之一。前面有阿婆正在拔萝卜，我也想要加入他们一起帮忙拔。阿婆，我们拔这么多的萝卜，等一下是不是要煮萝卜汤？不是，我要做一种很特别的，很特别的东西哦。那可以带我去看看吗？可以。好。阿婆还卖关子，引发我的好奇心了。阿婆笑笑的，始终不告诉我到底要做什么，只让我帮忙把刚采收的萝卜洗干净、削皮去筋。究竟这些萝卜能做出什么特别的东西呢？阿婆，这个菜头都洗完了，然后都削完了，你还不跟我讲要做什么？要用这个工具拿来刷一刷，来晒萝卜钱。是就是零用钱那个钱吗？对。是为什么会取名？看到一张一张像钱一样吗？哦，好漂亮哦！起来以后就煮3层肉。哇，原来这个形状把它用成钱的样子，所以叫萝卜钱。所以啊，如果我们这边越弄越多，我们就会赚越多钱。阿婆，我来帮你削看看。啊，可以啊。好，来接手。好，我来削。用力推。用力推。哦，这个好方便哦，它这样直接就削出来了。用特殊的刨刀就能刨出一片片透亮的萝卜钱。阿婆说，晒干的萝卜钱拿来煮汤最适合。不一会儿，他就煮出一锅萝卜钱肉片汤招待我。它咬起来好有那个嚼劲哦，不知道那个有没有听到？就它咬起来很脆，可是其实是很软。然后那个萝卜味啊是非常的淡，可是有点清香味。是清淡中，可是是很好吃的。阿婆，今天谢谢你，从一开始拔萝卜啊，到削啊，到最后晒煮啊，一整天这样很辛苦，真的谢谢你还煮这个汤给我喝。不客气了，这是我们客家人才有的，这是古时候流传下来的，现在我们老一辈的传承给你们少年的。好，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把它传承下去。我觉得传统客家菜最吸引人的地方，就是它简单朴实，没有华丽的变化。可是啊，其实它吃起来啊是非常的讲究，也不马虎，也让我看到了客家人呢是非常的重视这个天然制作。